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阿媽頻道。琴日難得出去，就想同大家分享拉瑞斯嘅油價，俾大家睇下拉瑞斯真實嘅油價係點樣先。咁我經過幾間油站，個價錢都係喺3.72至到4.17，可以見到啦，的而且確係平咗好多嘅。因為之前呢升到去4.3至4.5幾，有啲區份呢仲貴添，去到5幾啊！所以呢一波呢真係整到啲油價呢跌得好型啊！竟然有啲油站仲驚現3.7幾添，真係去返以前嗰個價啦。不過都好嘅，因為我仲喺度揸緊要入油嘅車，咁對我嚟講都好嘅。我老公呢就揸 Tesla，所以對佢冇影響。唔知其他州有冇回落得咁厲害呢？如果你哋知，可以下面留言啊。雖然拉斯維加斯話係一個旅遊城市，但係我哋呢邊嘅物價相比其他州呢都低好多嘅。當然啦，當你去到拉斯維加斯嘅大道，個價錢又唔係咁講噶啦，旅遊區啊嘛。我哋嘅視頻又去到呢度，拜拜。